各位姊妹大家平安，今日是2025年11月24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24篇，耶利米书46章18节到28节，启示录21章第5节到27节。今日要给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应允甲愿望。真侪人，真侪基督徒，可能亲像无介相信上帝的应允。因为呢，当因拄到困境的时阵，因就猖狂，亲像亚伯拉罕甲撒拉，因为上帝应允足久拢无发生，所以家己就自作主张啦就作乱，想要用家己的办法来解决。扫罗王嘛是安尼，但袂负照上帝的命令，就家己去做祭司来献祭。耶稣学生约翰甲雅各两个兄弟等袂赴，就找你老母去甲耶稣基督讨官位。罗德的太太应该嘛是无啥相信上帝使者的预言，所以毋甘厝里所留落来一切，伊就回头。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嘛，甲这个受难的以色列人讲到应允的愿望。耶利米书46章18节到28节，大君王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我请我的性命入世，尼布甲尼撒来的时，伊会亲像超越正山的塔bek山，亲像伫海边的加密山。埃及人着甲狩猎用的物件款好好势，因为王妃师受着烧毁，别方无人徛起。埃及是肥佮水的牛母，毋过对北边对北边来的牛虻已经到因已经来埃及请来兵，亲像平来肥的牛因拢撤退逃走，毋敢继续交战，因为因患难的日来受刑罚的时已经到埃及逃走，亲像蛇伫蛇发出声，敌人要归军来做伙来，亲像插枪的人举宝头，甲伊插掉。上主讲，伊的枪若虽然真严，敌人嘛会甲伊插了了，因为敌人比草蜢较济，算袂得。埃及的人民要受到侮辱见笑，因会互北边的人征服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你看，我要刑罚底比斯的性命阿文，刑罚埃及以及伊的性命甲君王。我嘛要刑罚法老甲所有我可以的人，我要将因交伫爱要杀因的人的手，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甲伊的人臣的手。毋过埃及将来会阁有人徛起，甲早前共款。上主安尼宣布：我的仆人雅各毋免惊，以色列毋免失志。我要对真远的所在来解救你。对你受领的地解救你的后代，雅各的后代会倒来家己的故乡安居乐业，无人会当阁互因惊吓。我的仆人雅各毋免惊，因为我甲你同在。我赶去你遐个国家，我要甲因完全毁灭。你咧，我要甲你完全消灭，毋过袂当无刑罚你。我要照公义管教你。上主安尼宣布，圣经甲咱讲，人这是无可能的，但是伫上帝呢，凡事拢会使。马太福音19章26节，人看这困难的事，只有交托互主耶稣基督。启示录21章第5节到27节约翰嘛是安尼讲。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看。我要将万物拢更新。伊佫讲，着写起来，因为这话真实可靠。伊甲我讲，我承我是
阿弥法，我甲阿弥陀，是该四劫结束。喙干的人，我要将活命水泉白白来互因啉。得胜的人会承接这个，我要做因的上帝，伊要做我的囝儿。毋过遐个无惊的、无胆的、袂信的、腐败的、害人的、淫乱的、惊声出的、拜偶像的，以及所有讲白贼的，因着去的所在是迄个萤火甲硫磺在烧的雾，这个就是第二遍的死。后来，这个天使就是摕7块碗，底满落尾7项在的，其中一个对我讲：“来，我要报你看新娘，就是杨哥的某。”我受圣神感动，互天使带到一座大搁悬的山，互我看到天顶上帝遐降落来的圣城耶路撒冷。这个城有上帝的阳光。城的光亲像上宝贵的宝石，亲像碧玉，亲像水晶遐尼光亮。城有大搁悬的墙，城上有12个门，这门有12个天使在固守，有刻以色列子孙12支族的名。东边有3个门，西边有3个门，南边有3个门，北边有3个门。城上有12个地基。地基顶有羊羔，有12个使徒的12个名。对我讲话的天使有摕一支金罗德的尺，要量迄个城、城门甲城墙。城是四角形，长看亲像。天使用尺来量城，有2400公里，长看悬拢3共。天使嘛照人的寸尺量城墙，悬60公尺。城墙是用碧玉做的。城是用亲像玻璃清亮的纯金起的，城墙的地基用大项宝石装它。头一个地基是碧玉，第2个是蓝宝石，第3个是绿玛瑙，第4个是绿宝石，第5个是红玛瑙，第6个是红宝石，第7个是紫玛瑙，第12个是紫水晶。迄12个门是12粒珍珠。逐个门是用一个珍珠做的，城的街路是纯金，亲像透明的玻璃。对城内我看到圣殿，因为全能的上帝甲羊羔就是伫这个城的圣殿。这个城无需要日头，还是月亮来照，因为上帝的阳光在照，佮羊羔就是这个城的灯。列邦会靠顶的光来行路，地上的君王会将因的荣华带互这个城。你是城门拢袂关，伫遐拢无迷失。人会将列邦的阳光尊贵带入这个城。毋过无清气的，以及行为可恶、讲白贼的，绝对袂用得入去。只有名记伫搁会活命册的人才会当入去。求主帮助，阮会当坚定的相信稳步来军队，对现状无惊吓，对将来有盼望，因为上帝已经有应允啦。诗篇24篇，地甲地上万物拢属上主，世界甲伫遐的万物嘛拢属主。伊甲地放伫大海的顶面。将地基下伫深海，什么款人会当上上主的山？什么款人会当入伊的圣殿？就是手清气、心纯洁、无拜偶像、无随便咒诅的人。这款人会受上主的祝福。上帝要拯救伊，宣判伊无罪。这款的人找求上主到雅各的上帝面前来条件伊。城门啊，着拍开；永远的门啊，着大开。荣耀的君王要入来，这个荣耀的君王是什么人？是强佮勇的上主，伊是百战百胜的上主。城门啊，着拍开；永远的门啊，着大开。荣耀的君王要入来，这位荣耀的君王是什么人？是上主万国的统帅，伊是荣耀的君王。恳求主爱主，你甲阮同在，享受你的应允。
互阮有5万坚定脚步来军队，无偏离正道，祈祷各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